徛在地看世界，来看澳洲，即摆当咧对付第二波新冠病毒的时阵，结果讲丹麦的水貂养殖场发现有变种的新冠病毒，而且搁传予人类。这个丹麦的政府决定讲，把这个水貂全部甲处理掉，大约有1500万只。若讲到澳洲，即摆是真歹哦。有几哪个国家，这个单日确诊甲死亡的人数拢来创新高。像这个英格兰就决定讲，要搁来封城1个月。和工作人员掠条的水貂一直用，可能知讲伊本身的命运啊。伫荷兰发生代志了，全世界上大的貂皮生产国丹麦，伫昨饲貂场发现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，佫会喂予人。所以我决定，全国有1500万只到1700万只水貂，拢总要处理掉。丹麦总理讲，这款突变有可能致使未来疫苗无多发挥作用，所以讲有必要将所有水貂拢汰掉。 The eyes to the right, 516. The nose to the left, 38. 其实，整个欧洲即摆拢面临第二波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。英国昨因为为着病过身的人数到492个人，这是5月份以来一天上侪记录。英国国会迄一天马上投票通过，为初5起，英格兰地区重新实施封城，一直到12月初2阻止病毒的扩散。 俄罗斯疫情同款嘛无乐观，相关单位伫昨通报的新增加病例是19700外例，这是一天上悬的记录。因为总统普丁进前啊宣布讲，无计划采取防疫封锁的措施，那呢，这确诊病例数遮济，恐惊带来当地医疗单位沉重的压力甲负担。